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初二屏东东港迎接大甲妈示警，想要到下晡煞是传出示警的工作人员，那亲像是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拢总74个人送病院，目前还有1个人咧住院，2个人留伫病院观察。屏东卫生局初步调查，这段期间食的物件是真侪种，包括饭、汤、沙西米、甲肉丸等等，已经甲相关的检体送去化验，要来理清这个事件的原因。屏东东港地区热烈迎接地方的盛事，台中大甲妈100年来头一摆南巡屏东，拜6、3000人来到东港，头两宫也以上悬规格迎接大甲妈祖的圣驾，现场是人挤人。验过圣诞活动却是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。屏东县卫生局伫3下晡4点外接到病院通报，有了警的工作人员陆续出现脑庆肝、脑吐瀉症状，总共有74人送病院。经过诊疗了后，其中1人住院，2个人留院观察。伫中午啦吼，这个饭汤可能有诶咱中部有诶较袂下，是啥物吼？将近差不多有60几个，我嘛有跑去病院，拢甲因关心。助病患摄食食材多元，以采集制作食材的环境检体及人体检体，送相关单位检验。初步了解，工作人员伫路途也是乡下大楼内底，不食沙西米、饭汤、肉丸甲爱椒啊、鲜草这食物了后就无爽快。屏东县卫生局已经展开调查，并且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到现场来卫生考察，进行环境检体的采样，要来调查食物中毒来源了后，也尽快完成调查公布。记者孙华报道。